嗨，大家好，我是探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关于恒大，终于有消息了。证券时报报道说，这个恒大新能源汽车要还钱了。金桥信息透露债务偿还细节。6月下旬，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公告，裁定批准恒大新能源汽车重整计划，并终止该公司重整程序。7月7日 ，A 股公司金桥信息发布公告，透露了恒大新能源汽车债务偿还方案的更多细节。普通债权方面，每家普通债权人60万元含本金及以下债权部分，按100%由恒大新能源汽车自重整计划被裁定批准之日起3个月内以现金方式清偿。每家普通债权人60万元以上的债权部分，按照0.7%由恒大新能源汽车自重整计划被裁定批准之日起3个月内以现金方式清偿。截至去年年末，金桥信息公司已对涉诉恒大新能源汽车全额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共计3832万元。今年2月，恒大汽车宣布，公司迄今未能成功找到能够帮助缓解集团流动资金问题，并推进集团适当重组的战略投资买家。那个什么中东富豪也不见了踪影。这个恒大新能源汽车，它还是重整计划，还不是破产清算。大家知道，这重整比清算要好。重整就是说，把这债权人的债务、股东的股份给你重新调整一下，这个企业它能活下来。这个股东的股份给你调整一下，实际上就是这个公司啊换了一个主人。这债权给你调整一下，就把你债给消减掉，这样这个公司它就轻装上阵。只是债权人和股东的权益调整了。你从恒大新能源汽车重整计划来看，假设金桥信息给恒大是3000万债权，这个3000万是个普通债权，那么按照这个重整计划，他只能拿到多少呢？首先他能拿到60万，这个60万是都能拿到的，剩下的2940万只能拿0.7%，也就是7/1000，也就是不到21万。这个恒大汽车欠金桥信息3000万这个普通债权，金桥信息通过这一次重整计划可以拿回81万，大概就这么多，剩下的就没有了，剩下的不要想了，没了。这就是破产重整，清偿率只有1%都不到，2%。所以说，其他的那些在破产之中的，还有很多已经暴雷的那些房企，大概其都是照此办理。我们再看看现在各大机构对咱们房地产的一个看法。首先是摩根大通，他现在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筑底和企稳过程中。他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2项关键估值指标，全国住房总市值与 GDP 的比率已从高点回落至 1.9倍，未经调整的全国平均房价与家庭收入的比率也降至 6.1倍，均为历史低点附近。这与美国房地产市场在2011年至12年次贷危机后触底时的水平相当。因此，摩根大通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筑底和企稳的过程中。高盛最近他又出了一个报告，认为低迷的中国房地产还没有触底迹象。高盛和摩根大通两个观点完全不一样，说经历了4年的下跌，中国房地产市场在去年9月政策转向后，出现了为期3到4个月的稳定期，于5月又开始继续加速下滑。高盛给了一个图表，他认为中国的房地产远远没有触底。那我们国内的专家呢，怎么看的呢？7月2日，清华大学什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利克奥博，这名字不像是中国人，利克奥博指出，当下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基本判断是有望触底。今年北京、上海、深圳有望彻底打破限购约束，房价有可能实现触底回升。现在房租的回报率已经基本接近长期国债回报率，客观长期来看，房子有一定的投资功能，这个也是比较乐观的看法。还有一个偏乐观的，那就是瑞银，它预计明年香港楼市有望回升。7月7号，瑞银预测
明年香港楼市有望回升，最多上涨5%，因庞大供应量有待消化。今年楼价预计无升跌，也就今年是持平。一手住宅交投将优于去年，长远楼价升幅不及2003年至2018年周期。因特殊政府或重推辣招及空置税，为保税收和银行稳定，当局不会让楼价大跌。理想状态是微升，零售市场接近见底。5月数据转正，全年销售预计持平。美元对人民币贬值或利好明年零售，也就是瑞银认为香港的楼市明年会要涨5%。说到香港，财新网它一篇报道，他说这个香港核心区写字楼租赁回暖，全年租金跌幅达7%到9%。他说香港 IPO 市场的快速增长正带动写字楼市场局部回暖，以中环为代表的核心商业区率先复苏。7月7日，世邦魏理仕发布的报告指出，随着金融市场情绪改善以及香港强劲的 IPO 项目储备支撑，2025年下半年中环及周边交易活动将持续活跃。但鉴于全港写字楼空置率高企，全年租金预计维持下行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第二季度，香港写字楼净吸纳量回正，录得14.77万平方英尺。说第二季度写字楼净吸纳量转折主要得益于中环核心区一宗标志性大宗租赁交易。6月13日，恒基地产宣布量化交易公司简接资本租用中环新海滨3号项目6层楼面，创下香港中环核心商业区数十年来最大单笔写字楼租赁记录。就一个租赁行为就能改变这个数字，你想一想，这是这个财经网报道，香港的核心区写字楼租赁回暖跟这个香港的 IPO 有关系。你公司跑到香港上市了，那你好歹在香港恐怕也得搞一个办公室，留2个人在那儿应付接待，所以这就得要写字楼。但是香港的租金还是跌了7%到9%。说到这个租金，我们看国内中指研究院数据说，住房租赁市场2025年上半年重点城市住房平均租金小幅下行。根据50城住宅租赁价格指数，2025年上半年重点50城住宅平均租金累计下跌1.4%，跌幅较去年同期扩大0.5个百分点，也就是2025年上半年跟去年比，租金的跌幅是加大。其中6月50城住宅平均租金为35元每平米每月，环比下跌0.3%，同比下跌3.7%，也就是6月份那个下跌更明显。租金下跌，那对房价、对房地产市场肯定不是好事。如果租金在涨，那对楼市稳住的，对房价来说，那肯定有一定的支撑。现在租金都在跌，也就是说，你买了房子你都租不出去，你得降价。从月度走势来看，行业仍显现明显的季节效应。从上半年运行情况来看，重点城市租金在春节后返程季出现了短暂的企稳迹象，其余月份均下跌。自4月、5月，租金跌幅有所扩大。6月，在中高校毕业季带动下，重点城市住房租赁需求增加，租金跌幅有所收窄。这是全国50个重点城市上半年租金情况都是跌。我们再看这个南都湾财社，他今天有一篇报道是关于成都楼市。他说，超过上海，成都半年卖房超17万套，全国第一，买家更年轻化。他这么说的，他说2025年上半年结束，成都楼市又拿了全国第一。南都湾财社记者综合中指院、四川中原地产研究院的数据统计，上半年成都一手住宅成交5.3万套，二手住宅成交12.3万套，全年一共卖房17.6万套，再次摘得全国住宅成交量第一名。关键是成都的新房成交连续12年领跑全国。四川中原地产指出，在新房成交方面，这已是成都连续12年领跑全国楼市。2025年上半年，成都一手住宅成交约5.3万套，均价19630元每平米，套均面积131平米，套均总价258万元。这个四川中原地产指出，他说上半年成都超越上海，
夺得二手住宅成交套数，面积全国双冠，半年一共成交12.3万套二手住宅，同比增加19.8%，成交面积118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9%。值得关注的是，如今成都二手客户倾向花更少的钱买更大的房子，当中二手住宅成交面积100平米，总价150万元内房源成交占比70%。此外，5年至15年房龄的二手住宅最畅销，5年内次新房成交占比有所增长。在上半年，成都二手住宅成交套数已达去年全年成交量的53%，是新房成交套数的2.4倍。6月份，成都二手住宅成交套数为19214套，环比持平，是新房套数的2.9倍。房价回归理性之下，刚改易足，频频出手置业。四川中原地产研究院指出，从上半年暗场成交客户年龄分析，上半年在成都买房的客户呈年轻化趋势，当中购买主力80后、90后占比超70%，80后、90后还年轻，80后应该40多岁了，人到中年了已经。00后占比上涨3%，而60后、70后置业则减少了60%。60后买房人家不给你贷款了。成都二手房夺得全国冠军，这个就是皮裤套棉裤必有缘故。难道是说成都人喜欢买房子，成都人更喜欢炒房子？而且它的平均价格也不低，即便是网上传言或者大家戏称的举四川之力打造一个成都，把成都打造成西南的一个中心城市，那也不至于这么邪乎。成都、西安有点类似于成都，成都是西南的中心，西安为什么是西北中心？这一次你看甘肃那个幼儿园的小孩幼儿铅中毒、铅超标，你看他们不是去兰州，他们都是去西安。甘肃的天水的小孩铅超标，他们都是去西安去治疗，那就充分说明西安就是西北的一个区域中心。但是西安的楼市也没有成都这么邪乎，他拿的可是全国双料第一，销售面积和销售价格、销售这个额双料第一，比上海还厉害。你怎么解释？刚才说到这个区域中心，成都是西南的中心，西安是西北的中心。西安楼市就感觉差点事。大家如果关心西安楼市，你经常去看报道，西安烂尾楼就特别多，各种惨状。今天北京时间报道了一个西安男子183万购买商品房变安置房，男子183万买房收房无望，退钱无路。说的是西安蓝田张先生2022年4月以183万合同价购买了由西安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这个叫安城御花园小区2号楼2单元一套商品房，结果就不幸的事情就陷入麻烦之中。大家看视频。西安蓝田的张先生最近很着急，原因是自己花费180万元购买的房子竟然是安置房，收不了房，而且还无法办理房产手续。张先生颇感无奈，可是这当初买房时可没人说这是安置房啊，如今他想退款却遇到了阻力。现在我每次到那个日子的时候问开发商，开发商就以公司没钱为理由给我说没有钱。西安蓝田的张先生在2022年4月份以183万4783元的合同价购买了由陕西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安城御花苑小区2号楼2单元的一套商品房，总面积114.76平方米。眼瞅着快要交房了，可突然间，开发商陕西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告诉张先生，房子因为资金问题没办法交付，想要收房还得等。而更让张先生接受不了的是，安城御花苑小区竟然没有预售证，且属于西安新家庙城中村改造项目，根本无法办理银行贷款。我在2022年的4月份买的那个安城新家庙安城御花园的小区，买了一套房，然后它是2号楼，花了多少钱？当时花了15980，总价是180万左右，没有销售证，收房没指望，房子又成了安置房，这样的双重打击让张先生很是着急。于是张先生找到了开发商协商退房事宜，
可开发商却直言，想退房可以，但账上没钱，只能等。公司今年这个资金紧张，你是不一定没事是2个月或者时间给退期这样子。那现在迟迟退不了的原因是啥呢？资金比较紧张，有什么具体的措施没有？要么就是想办法筹钱的，有资金。有没有可能是先给他一部分，解决他这个燃眉之急啥的？一直跟公司沟通，就看那你尽早的给他把这个资金退期，资金这个收到月。收不到钱，你可以去起诉。销售部经理李先生的这句话，在张先生听来很是刺耳。由于家中父亲生病，独自担负养家重任的张先生很是无奈。我家里现在的情况就是2个孩子，4个老人，现在没办法，我没有经济收入，现在这个情况也就没办法收这个房了。西安浐灞国际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调查，陕西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安城御花园小区项目中并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属于违法销售。西安浐灞国际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对开发商陕西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查处，后续将进行处罚，并保证加大巡查力度，严禁此类违法销售行为。经过辖区住建部门与开发商的协调，开发商答应给张先生退还首付款65万元整。本以为此事会告一段落，可张先生左等右等，还是等不来开发商的退款。本身交房是在2023年10月份交房，拖延到2024年12月季通知交收房。然后我在这个收房期间的时候，和那个住建局和开发商在这期间沟通，我这个有权利退房。然后当时是达成一致了是吗？在谁的介入下？在住建局的介入下，我们已经达成退房的协议。在2025年3月7号的时候，安城御花园这边销售部给我办理了退房的手续，说是给我办了退房手续以后打的条子，说是口头答应是快是1个月，慢是2个月，然后等到5月我再问的时候，他还是以没有钱给我退为理由。随后张先生继续寻求辖区西安浐灞国际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帮助，却得到了这样的答复。然后我找到住建局，住建局这边给我在中间协调，一直在回复的过程中说是给我能解决，没到那个日子的时候就解决不了了。然后我打那个12345，4月份打12345的时候，他网上回复说是6月几以前给我解决退款的问题，到现在已经6月几了，就是没给我退钱。你现在就是面临的什么情况啊？面临我家庭现在已经有困难，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这么久了，几个月了，答应到现在已经3个月。3月7号给我办理了退房手续，说是快的话1个月，慢的话2个月。他现在已经按那个来说，到现在已经3个月了，给我的钱还没有到账。截止记者发稿，张先生告诉记者，开发商售楼部李经理答复称，在张先生同意的基础上，会尽快筹措资金，分批支付其65万元的首付款，但什么时间可以支付，仍然没有明确的答复。开发商虽然没有爆雷，但差不多已经爆雷了。开发商就是愿意给你退，同意把房子退了，他也没钱给你。这开发商倒说的实在，你就告，反正他没钱。你看西安这种开发商很多啊，这样的项目也很多。总体上，我对恒大爆雷以后还理财的，我对这些人也表示不能理解。如果你是在恒大爆雷以前你买的房，或者你理财还情有可原，但是恒大作为第一大房地产开发商都已经爆雷了，这个时候你还在去买房，你的风险那么大，你还去理财，你只能从自身找原因，检讨自己。根据科尔瑞的报告，他说30个重点城市上半年总价1000万以上高端住宅成交同比增长18.8%。7月7日，据科尔瑞发布的报告显示，科尔瑞监测的重点30个城市上半年新房成交规模累计与2024年同期基本持平
而总价1000万以上高端住宅成交同比增长 18.8%。报告称，30个重点城市总价1000万以上的各价格段高端住宅成交中，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成交规模同比2024年上半年几乎全线上涨。仅总价3000万到5000万元一手高端住宅受制于供应下滑，成交同比下降接近30%。这个3000万到5000万的不是说卖不掉，而是因为供应量少了，所以这个成交量也小了。剩下的其他的一线、二线城市豪宅，你1000万的在上海不算什么好房子，但是你要放在合肥，放在什么南昌，那绝对算是豪宅。1000万以上的房子成交是增长了 18.8%， 说明每个地方都有一些有钱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的核心区，就是高端，这个就有稀缺资源。同时也说明现在很多地方楼市成交交易都集中在这些高端住宅。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楼市价格指数这些成交数据恐怕都已经失真了，就跟沪市指数一样，那个沪市指数全被银行股已经绑架了。我们现在楼市的这些指数啊都被豪宅给影响了，所以你还能看到新房房价还在涨，实际上那个跟韭菜没关系啊，韭菜能买得起的房子似乎是摇摇欲坠。我们再看一条奇闻，可以说是奇闻。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他说业内人士说，小城建机场或需财政补助。说的是哪儿呢？说的是2万一套房的小城要建机场。据微信公众号鹤岗发布近日消息，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和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联合批复了新建鹤岗罗北机场初步设计，这标志着该机场前期工作已基本完成，即将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这是新闻周刊报道的，说最近几年，鹤岗由于较低房价和较高性价比居住环境，成为网红城市，吸引了大量的目光，不少外地人来此旅居，特别是来自全国的数字游民和工作内容不受城市影响的年轻人。但在社交媒体上，没有机场，也没有时速300公里左右的高铁，交通相对不便捷，被认为是鹤岗的城市短板之一。这样一座常住人口持续多年负增长的城市，是否有必要新建机场，成为不少人的疑虑。有业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小城市的机场要想起步，免不了财政给予航空公司航线补贴，鼓励其开通本地新航线。特别是人口体量相对较少的城市，新建机场之后，为了维持一定数量的航线，当地政府很可能继续维持一段时间航线补助。房子卖2万一套，那跑到鹤岗去买房的人都是些什么人？结果还在那儿修机场，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 GDP 第2，为什么韭菜还觉得累，这叫无效投资啊！这个钱多少亿下去之后，他能有收入吗？他那产生，他还得拿钱去维护，政府补贴。这鹤岗政府有钱吗？那鹤岗的这个政府有钱，那全靠什么转移支付吧？他那卖地能卖得掉吗？那房子2万一套，他没有卖地收入，哪来的钱补贴呢？所以你看，无非就是我这没机场，我这是地级市，地级市就应该有机场，我这以这个名目我得搞个机场。有了工程，那不是上上下下不就有了活路吗？反正花大头的钱，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对吧？你这么多人拼命的在创造财富，那 GDP 还是5%的速度在增长，但是牛马是天天要死要活啊，一天不如一天，就是因为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那房子卖2万一套，你在那还修机场？你合着你坐飞机去鹤岗，来回2趟就能买套房子了，这叫什么事？都跑到鹤岗买房子了，你就别坐飞机了呗，还坐什么飞机？这神奇的地方是这玩意儿它批下来了，人家马上就要建了，就你不服是不行的，对吧？只要大头还有钱，他就是任性。鹤岗的上上下下，人家也要吃饭，鹤岗也有婆罗门。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